中山曾經嘅富人區，而家新房100萬出頭就可以到手啦。到底點樣揀先啱自己呢？今日我用1分鐘講清楚呢個板塊，書包點樣揀，養老點樣揀，全程冇套路啊！有需要嘅朋友咧，記得點讚收藏啦。首先你要搞清楚博愛七路分為東區、火炬區兩段嘅，咁書包嘅差別都係好大嘅喎，千祈唔好揀錯啊！東區全線對口省1級香山小學啊，但新盤基本上已經賣完啦。二手咧可以關注保利真悅、萬科金域中央、怡安御品公館、越秀星匯品豐呢幾個樓盤。咁火炬區咧都分咗兩個唔同嘅書包喎，醉豪園、景悅軒同埋柏御灣對口嘅咧就係博海小學，遠洋新天地、博愛里、澳豐天悅對口嘅咧就係火炬四小啊。咁一條路有3個唔同嘅書包，一定要注意啦。如果你有書包需求，預算夠嘅話，直接衝東區啊。咁預算有限咧，優先選擇博海片區。如果你係想養老自住，根據我多次實地大看嘅經驗咧，遠洋新天地、澳豐天悅、醉豪園呢幾個樓盤咧，無論係從價錢、小區嘅品質、環境方面表現都係比較好嘅，可以重點關注一下。價格方面咧就有驚喜啦，新房單價1萬起，總價90到1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高品質嘅精裝3房啊！二手性價比超高嘅，醉豪園4字頭起，萬科柏御灣6字頭，東區萬科金域中央1萬1起啊，總價低至98萬就可以買到一套3房啦。博愛七路交通絕對係冇得彈嘅，本身就係城市快速路啊，通勤石岐、東區、火炬甚至其他鎮區都有零壓力嘅，同時接駁到深中通道、港澳高速都係幾分鐘嘅啫。附近嘅深中跨市公交站、航空港、中港直通車，對於深圳同埋港澳嘅朋友嚟講咧，跨城互通勁方便啊！商場、公園、醫院、市政中心10分鐘嘅生活圈完全冇問題。咁最後我哋回歸問題啊，博愛七路到底值唔值得買呢？呢個咧就取決於佢可唔可以解決到你嘅問題啦。想知道呢個板塊適唔適合你，快啲嚟講我聽你嘅核心需求啦！我幫你做1對1嘅精準分析加房源匹配，令你唔花冤枉錢啊，揀啱心水靚房。如果咧有博愛七路嘅業主，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哋真實嘅居住感受，俾我哋一啲建議啊！